弟兄姊妹早晨，感謝神，我哋再一次一齊去敬拜我哋好愛嘅嗰一位主，我哋一齊喺神面前呢，好恭敬嘅禱告，親愛嘅恩主，我哋稱你為恩主，因為你係一生牧養我哋嘅神，我哋心底裏邊真係有一個好大嘅渴求，就係要更深嚟到認識你。更深去知道神喺我哋身上嘅旨意，願意我哋帶住恭敬嘅心，一同翻開你嘅話語，一同去聆聽聖靈親自向我哋每一個人嘅說話。多謝主，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沙甸魚呢，大家有冇食過啊？個個都食過。喺北歐呢，原來沙甸魚呢就好多啊。咁喺挪威呢，好多時呢，佢哋捉一撈呢就撈好大量嘅沙甸魚個問題就係呢，因為啲沙甸魚呢原來係好懶嘅，唔愛喐嘅。所以好多時北歐嗰啲漁民呢，當佢望到一大船嘅沙丁魚嘅時候呢，都埋岸就已經死晒㗎啦。因為呢，當啲沙丁魚呢唔喐嘅時候呢，好多時佢就缺氧啦缺氧呢，咁佢去到上岸嘅時候呢，啲沙丁魚都死咗㗎啦，好多。但係咧有一個老漁民咧又唔同喎，佢每一次打撈咗啲沙甸魚嘅時候，到拍岸嘅時候，哇！嗰啲活魚咧，因為貴好多倍噶嘛，嗰啲活魚同死魚價錢唔同噶嘛，佢每次都成船嘅嗰啲魚都係活噶喎。咁於是咧，好多漁民咧就問佢：喂，點搞㗎？你咁好嘢嘅嚇？佢一直都唔肯講，直至到佢過身嘅時候咧，佢個仔先公開呢個秘密。你知唔知個秘密係乜嘢啊？佢話好簡單嘅啫，喺個漁船喺個魚倉嗰度擺幾隻 catfish 鯰魚catfish 嗰啲兇惡嘅鯰魚。咁於是咧，啲沙甸魚咧為咗要避開嗰隻兇惡嘅鯰魚咧，係咁游，係咁游，由頭游到落尾。所以咧，佢哋去到岸嗰度，啲沙甸魚都係活嘅。弟兄姊妹，呢個俾我哋好多思想。有時我哋做基督徒真係死下死下，半死不活咁樣。有時神就要容許喺我哋嘅遭遇裏邊，神擺一條、兩條、三條呢啲嘅鯰魚，好兇惡嘅。咁你咪游咯，咁你咪掙扎咯，咁你咪識得去倚靠神啦。彼得前書就係喺咁嘅背景嚟到寫成。風箏要有逆風先至升起，人要有逆境先至能夠成長。呢個係一個真理嚟嘅。冇成長，冇逆境，你冇可能成長。冇逆風，所有風箏都唔能夠升起。所以中國有啲嘅説話都好好嚇，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利。又譬如雖非一番寒徹骨，那得臘梅撲鼻香。越凍嘅環境，嗰啲花開得越靚，嗰啲臘梅嚇。以前呢，細個嘅時候呢，買吊鐘㗎，而家係保護嘅植物，所以呢冇得賣。我記得以前哇凍嘅時候，哇嗰啲吊鐘花開得好靚嘅嚇。最貴重嘅鑽石喺匠人手裏邊
打磨係最多。最精純嘅黃金喺紅爐嘅提煉嘅次數係越多嘅。彼得前後書寫作嘅時候，當時教會正面臨一個好大嘅逼迫。當時尼祿王喺主後64年呢係火燒羅馬城啊，大概有成如果睇翻歷史啊，大概有成3/4嘅羅馬城呢係被焚燒啊，死咗好多人。佢為咗擴建皇宮，本來諗住燒隔離嗰啲屋，哇！點知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整個羅馬城有成3/4嘅嗰啲木屋嚟嘅，當時被燒毀。佢知道闖咗大禍之後，佢就嫁禍基督徒，所以當時基督徒面對好大好大嘅逼迫，被眾民所恨惡。彼得自己亦都經歷過好多嘅試煉，我哋都好熟噶啦。佢3次誇下海口，話我死都唔會離開主噶啦。但係當困難嚟到嘅時候，佢話：我唔識佢噶，我唔識佢噶，我發誓我唔識佢噶。哇！佢發誓唔識耶穌啊，3次不認主。但係當主被捉拿，準備釘上十架嘅時候，聖經形容主回頭一望，當時主嘅眼神係點呢？唔係咁樣屈住佢，係咪啊？唔係啊，好有可能就係主用一個好憐恤嘅眼神咁樣話：彼得，彼得，振作啊！主回頭一望，彼得就出去痛哭。佢想起主耶穌嘅說話，主耶穌講乜嘢？彼得，彼得，你回頭之後要堅固你嘅弟兄。點解你要遭遇咁多嘅試煉啊？就係因為你肯跟到底啊！其他人唔需要經歷呢啲試煉，因為佢哋保護自己啊。但係彼得，佢願意跟從主，但係佢會有軟弱，佢會跌倒，甚至好大好大嘅跌倒。但係主俾佢嘅鼓勵，主俾佢嘅挽回，亦都非常之大。所以當時嘅教會正面對好大嘅逼迫嘅時候，彼得寫咗彼得前書、彼得後書。我好相信當彼得寫嘅時候，耶穌嗰個吩咐，彼得啊，你回頭之後要堅固你嘅弟兄。佢就照主嘅吩咐，喺教會面臨好大嘅危難嘅時候，佢寫成咗彼得前書、彼得後書。喺彼得前書1章3至4節，彼得嗰度話：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嘅父神。他曾照自己嘅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嘅盼望。呢個活潑嘅盼望呢，如果你睇返英文聖經，全部幾乎我冇睇過全部啦嚇，好多主流嘅譯本都係 living hope， 係一個活嘅盼望，唔係活潑啊。係活嘅，活生生嘅，有生命嘅，有能力嘅一個咁樣嘅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哋存留喺天上嘅基業。呢個天上嘅基業呢，
好多人誤會咗，以為耶穌去為我哋預備地方，所以將來天上面呢有間房屋啊。其實呢個係美麗嘅誤會。如果你研究將來我哋喺永恆嘅時候要得嘅係啲乜嘢，其實呢個永恆嘅房屋，你睇返保羅嘅書信就明啦，係指我哋將來得贖嘅身體。將來我哋嘅身體會被贖，呢個係救恩嘅三部曲。第一部曲就係佢重生咗我哋重生得救啦。從前我哋與神隔絕，神嘅靈唔會住喺我哋裏邊嘅。但係當我哋接受耶穌嘅時候，我哋重生得救啊！我哋嘅靈活過來啦，可以同神嚟到相交。第二樣，我哋生命更新。講到我哋魂嘅救恩，我哋嘅心思、意志、感情都經歷一個更新，有真理嘅仁義同埋聖潔。所以原來基督徒得救咗之後，係進入去成聖嘅階段。我哋每一日都天天嘅更新，我哋嘅舊人會一路衰殘嘅，好似到我呢個年紀係咪啊？眼又矇，耳又聾，牙又鬆，腳又震，係咪啊？一路進入去老年嘅時候，你會發覺身體會會衰殘嘅嚇，即係明天會更老，係咪？明天個個都係噶啦。但係保羅話：我哋嘅內心係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姊妹，我哋裏邊會更新，會變化。喺新嘅一年，我哋想想舊年、今年同舊年嘅分別有冇唔同呢？如果冇嘅時候，點解會唔同嘅呢？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一個真實嘅基督徒，佢嘅生命係會越嚟越似主，佢嘅生命，佢嘅流露會越嚟越多真理嘅仁義同埋聖潔，佢越嚟越恨污罪，越嚟越喜愛屬天嘅豐富，越嚟越被呢一位主嘅榮耀同埋美德嚟到吸引，越嚟越想去親近呢一位嘅神。所以呢度為我哋存留喺天上面嘅基業，我嘅理解唔係話有間屋嚇，我嘅理解就係將來我哋嘅身體會得贖，我哋會住喺一個新嘅身體裏邊，一個榮耀嘅身體。我以下就詳細嚟到講嚇，呢個係救恩三部曲嘅第三部，就係我哋嘅身體將來會變化，成為一個榮耀嘅身體。腓立比書3章20至到21節嗰度話：我們卻是天上嘅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降臨。哇！我今朝咧搭的士翻嚟嘅時候，哇！前面有個耶穌光，大家知道咧都係有天陰陰噶嘛。哇！忽然之間喺吐露港前面，哇！有一紮光啊！個道路有一橛咧係光明嘅。哇！我睇見哈利路亞，感謝讚美神，原來主將來翻嚟係咁榮耀。你知咩耶穌光啊？係咪啊？即係喺厚雲中間穿透咗幾個窿，然後啲太陽照落嚟，哇！一線一線嘅光芒，我彷彿睇到將來主翻嚟就係咁榮耀。保羅喺呢度話，將來主從天降臨嘅時候，佢要按住嗰個能夠叫萬有歸服自己嘅大能。哇！萬有喎，整個宇宙萬物喎。哇！我哋地球只係
好似呢間房間裏邊一粒塵一樣。哇！整個宇宙萬物，世界上好多嘅星球，大過我哋嘅地球唔知幾多萬倍，係咪啊？叫萬有歸服自己嘅能力，將來佢去用佢嘅話語，天地萬物好似衣服咁捲起嚟啊！舊有嘅天地被火嚟到焚燒，哇！嗰種力量幾大啊，弟兄姊妹！係用呢一個力量嚟到將我哋呢個必死嘅身體嚟到更新變化，與佢自己榮耀嘅身體嚟到相似。哥林多前書15章41至到44節更加詳細講到我哋身體嘅得贖。佢話日有日嘅榮光，月有月嘅榮光，這星嘅榮光與那星嘅榮光也有分別。死人復活也是這樣。那種嘅係必朽壞嘅，指我哋死咗嘅時候，將來我哋離開人世，我哋會埋喺地下裏邊。聖經形容好似種緊種子啊！我哋呢個會壞嘅身體埋落地下，埋落墳墓嘅時候，好似種一個種子，將來呢一個種子係會破殼而出，所以話所種嘅係必朽壞嘅，復活嘅係不朽壞嘅。將來我哋嘅身體唔會被時間空間嚟到限制。所種嘅係羞辱嘅，中國人稱我哋呢個軀體係咩啊？臭皮囊啊，係咪啊？一個臭皮囊將來變成一個唔會再係羞辱嘅，係一個榮耀嘅身體。所種嘅係軟弱嘅，意思即係話我哋而家喺呢個軀體裏邊，我哋仍然有犯罪跌倒嘅可能，我哋仍然有老我，我哋仍然有嗰個罪性喺我哋身體裏邊。所以保羅話：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嘅身體？呢個取死嘅身體就係指佢嗰種罪性，指佢個舊人仍然每一日同聖靈喺嗰度嚟相爭。所以基督徒都會軟弱，都會犯罪，都會跌倒。但係我哋要趕快嘅回轉，靠住主嚟到歸回神嗰度。但係聖經呢度講到，所種嘅係軟弱嘅，係一個會犯罪跌倒嘅身體。但係復活嘅係強壯嘅。你寫低強壯就係唔會再有罪嘅牽累㗎啦。罪對我哋罪嘅引誘，撒但於我哋所有嘅引誘全部失效，係一個不會亦都不能犯罪嘅身體。我哋而家喺呢個肉身，聖經點樣形容我哋啊？不服神也是不能服。呢個就係我哋嘅舊人啦。我哋嘅舊人係悖逆嘅，但係原來將來嗰個身體一啲悖逆都冇，能夠服，亦都常常嘅信服神，係一個唔會再犯罪嘅身體。所種嘅係血氣嘅身體，即係會病啦，會肚餓啦，會攰啦。年紀大嘅你發覺咧，哇，好容易攰嘅。有時我都聽到都瞌眼瞓，忍唔住，控制唔到啊！因為去到呢個年紀咧，嗰個精神各方面咧係走緊下坡。但係聖經話，將來嗰個唔係一個血氣嘅身體復活嘅，係靈性嘅身體。意思即係話唔需要飲水，唔需要食嘢。咁唔係喎，耶穌復活嘅時候，啲門徒都俾啲魚耶穌食喎，佢係食俾我哋睇嘅啫，即係你可食可不食。
意思即係話呢個身體唔需要靠食物，唔需要靠氧氣，唔需要好似以前一個血氣嘅身體咁樣嚟到維持住嘅，係一個永恆嘅身體。咁係啲咩？你唔好再問啦，即係聖經係講咁多啫啊！係一個永恆嘅身體，係一個唔朽壞。所以彼得喺嗰度形容，就係話我哋將來天上嘅基業係不能朽壞，不能玷污。玷污就係再冇罪惡嘅纏繞，個個都咁可愛，再冇人發脾氣，係嘛？再冇人講啲唔應該講嘅説話，再冇人有貪心，再冇人有驕傲，因為喺天堂上面，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個新嘅身體，而且彼得跟住話係不能衰殘嘅。乜嘢叫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啊？呢個我好相信彼得係想起耶穌嘅教訓。耶穌喺馬太福音第6章19至到21節嗰度話：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因為地上有蟲子咬，能收壞；有賊挖骨窿來偷。呢個就係天上嘅財寶同地上嘅財寶一個主要嘅分別。天上嘅財寶係乜嘢啊？我再講，天上嘅財寶係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地上嘅財寶係乜嘢啊？有蟲咬，能收壞，能被人偷。即係會失去嘅。感謝神，耶穌盡心嚟到提醒我哋，所以我哋要積攢財寶喺天上面。天上冇蟲子咬，唔會收壞，亦都冇賊挖骨窿來偷。跟住耶穌講咗一句非常之重要嘅説話，佢話：你哋嘅財寶喺邊度？你哋嘅心就喺邊度？你哋有冇買股票㗎？我都有㗎嚇，啲長線投資買完之後，我哋從來都唔睇個股價幾多。如果你買咗匯豐嘅股票嚇，日日係咁追嗰個股價，哇！而家匯豐股價幾多啊？我都冇留意啊！哇！佢升，你又升啊，好開心啦！今日去叉一餐。啊！去跌，哇！成個心情都跌晒，係咪？你嘅財寶在哪裏？你嘅心也在哪裏？原來財寶係會勾住我哋嘅心嘅。原來財寶係會引誘我哋將個注意力集中喺今生嘅事情上面。但係彼得提醒我哋，真正嘅財寶，真正不能奪去嘅財寶喺天上面。所以如果我哋整個人生目標係注目喺永恆嘅事上面，地上嘅財寶真係日日都唔同㗎，係咪啊？海鮮價嚟㗎，係咪啊？忽高忽低，係咪？一個戰亂嚟啦，哇！啲金咧又叭叭聲咁升，今年仲話要升多30%添，係咪啊？舊年已經升得好勁噶啦嚇，我都唔知幾多錢，我淨係知道今年會可能再升多30%，因為周圍嘅局勢一唔好，嗰啲金價就大升。哇！一講和平啦，即刻啲金價就冧啦，係咪啊？原來地上面嘅財寶真係你冇辦法掌握，你冇辦法預計。如果我哋嘅心擺喺嗰度，你嘅人生就係忽高忽低，忽高忽低。如果你嘅人生淨係擺喺其他人點賞識我咁，
唔係個個都想識你噶嘛，係咪啊？唔係個個都喜歡你。哇！如果遇到一個唔喜歡你嘅，你嘅財寶係擺喺嗰度，人際關係，哇！你成個人就冧咗啦。原來我哋好多嘢同呢個世界好多嘅連結，聖經教我哋將我哋嘅心擺喺天上面。我唔知太太俾唔俾我講呢個見證，不過都照講。佢成日傳福音㗎，佢好多年成日代定啲單張。我本來我都冇代單張㗎嚇，呢一兩年咧我就學佢啦嚇，真係代定啲單張。嗰啲的士司機好傾啲嗰啲，又醒一張單張去神愛你啊咁嚇，佢周圍派單張。最近呢，我就笑啦，咁一搭完的士離開，咁佢又派單張咯，咁我出嚟先，我話佢一出嚟，我話我聽到叮鈴當啷叮鈴當啷，我話咩意？佢眨眨眼問我你講乜嘢啊？我話我聽到你天上嗰個前啱又叮鈴當啷叮鈴當啷。弟兄姊妹，我哋彼此鼓勵，我哋要積財寶在邊度啊？在天。半講笑，半認真。今日我哋所做嘅一切，或者今日我哋冇做嘅一切，喺永恆係有效應嘅。一係你永遠嘅感恩，一係你永遠嘅追悔，就係今生你錯過咗好多傳福音、榮耀神、見證主嘅機會。第一樣，彼得提醒一班正在要受苦嘅信徒，持定盼望，將我哋整個人生嘅目標注目喺永恆嘅事上面。第二樣，佢教導我哋要持定信心。試驗，點解基督徒要受試驗？聽清楚，原來試驗就分清楚你係真基督徒抑或假基督徒。試驗亦都分清楚你係一個好淺薄嘅基督徒，抑或係有一個好深層嘅同主生命結連嘅基督徒。一個考驗就馬上顯露。當耶穌講撒種比喻嘅時候，佢講到有一啲種係落喺淺土石頭上，當日頭出嚟就會點啊？曬乾咗。日頭一出嚟就曬乾。我喺平台嗰度都有種下啲花，所有啲花咧喺我手上都冇乜好日子過，因為我成日都唔記得淋花。有時謝晒嘅喎，太陽一出嚟，成棵花就咁耷咗啦，係咪啊？於是咧搏命淋水，佢又生翻嘅喎，又趌翻上嚟嘅喎。所有嘅植物需要陽光，需要淋水，但係你如果淋得水太多，會浸爛啲根嘅喎，有時係嘛？陽光太多，冇淋水，嗰啲植物會枯乾，就係因為佢嘅根生得唔夠深。亦都有第三種嘅心田，講到嗰啲種撒喺荊棘地嗰度。荊棘地係代表一個人，如果佢整個腦思想係今生嘅事，意思即係話佢裏邊有世上嘅思慮、錢財嘅迷惑，將嗰啲道擠住啊！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成日日日就係諗住點樣揾錢、點樣使錢，
點樣揾錢，點樣使錢。話俾你聽，你聽10年度、20年度、30年度，你嘅生命冇改變。我哋裏邊太多嘅思慮，太多嘅煩擾，所以神嘅道能夠留喺我哋心裏邊嘅時間係好少。注意，神嘅道能夠留喺我哋心裏邊時間越長，發揮嘅功用係越大。所以詩篇第一篇教導我哋，凡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晝夜去思想，常常去揣摩。搭車嘅時候，等車嘅時候，等人嘅時候，將今朝靈修嗰個感動再一次攞返嚟，去反芻，去思想，去對照一下自己個生命、自己個生活，有冇同呢啲真理去對齊？神有冇光照我哋？有一啲嘅説話我哋講得唔好，有一啲嘅態度我哋對人唔好。每一天喺嗰度去省察，喺嗰度被神嘅刀嚟到模造。呢個咪就係真理嘅仁義同埋聖潔。當時門徒面對好大嘅逼迫，彼得喺第1章5節嗰度話：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嘅人，必能得着到末世才顯現嘅救恩。請你圈住呢個指身體得贖上文嘅得身體得贖3個筆嗰種身體得贖嘅恩典。而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嘅，但如今在百般嘅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哋嘅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嘅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嘅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稱讚係乜嘢？你係咪良善？你係咪忠心？榮耀指乜嘢？就係剛才我講，日有日嘅榮光，月有月嘅榮光，星有星嘅榮光。這星嘅榮光與那星嘅榮光都不一樣。將來你嘅榮光就喺嗰度，你要斷定出嚟。尊貴係乜嘢？聖經講到，我哋若能夠受苦，為主為真理嚟到受苦，你哋就能夠與基督一同作王。尊貴講到有啲會管1座城，有啲會管5座城，有啲會管10座城，唔同嘅尊貴喺永恆嘅裏邊。但係當時門徒佢哋遭遇嘅逼迫係啲乜嘢呢？當時嗰啲嘅信徒被捉拿嘅時候，嗰啲人會用啲油嚟到淋喺度，將佢哋綁喺木柱，然後放火好似蠟燭咁樣嚟到燒。又有啲人被送到鬥獸場，大家去羅馬知道有一個古舊嘅鬥獸場。當時嗰啲嘅獅子我睇過一個 documentary 一個講到當時羅馬獅子老虎佢喺非洲周圍咁樣捕捉到好多獅子老虎嚟呢，就係攞嚟食嗰啲囚犯，然後嗰啲人呢，皇帝呢，就喺上面嗰度嚟睇，係咪啊？然後呢，喺度當一場戲咁樣睇，嗰啲信徒被撕到皮開肉爛，嗰啲人喺上面喺度飲酒，喺嗰度嚟當一場戲。所以保羅話：我們
成了一台戲，係指呢樣嘢，同野獸搏鬥啊！所以喺哥林多前書後邊去提到，哇！你記得我哋同野獸嚟到搏鬥，唔係真正嘅野獸，係空中屬靈氣嘅惡魔。當時要信耶穌，佢哋要付嘅代價係幾大？甚至有啲好似耶穌一樣，佢哋被釘十字架。從歷史我哋知道啦，彼得係被倒釘十架，佢覺得自己唔配嘅。佢老年嘅時候伸出手來，人帶佢去佢唔願意嘅地方。喺咁嘅環境，佢哋為信仰嘅緣故，家業被奪。佢哋面對咁大嘅逼迫嘅時候，甚至希伯來書一連串當時基督徒要面對嘅困難，佢哋忍受戲弄，佢哋忍受鞭打、捆鎖、監禁，被石頭打死，被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同山羊嘅皮，到處嘅奔逃，喺曠野啦、山嶺啦、山洞啦、地穴啦，漂流無定。如果你有機會去土耳其啊，不過我都未去過啊。土耳其呢有一啲嘅洞穴啊，就係當時嗰啲嘅信徒呢，佢哋匿埋喺嗰啲洞穴裏邊。而家揾出嚟都，如果冇記錯，都超過1萬嘅骸骨喺裏邊。佢哋喺啲山洞嗰度啊，當時逃避羅馬嘅追殺啊，羅馬兵啊嘅追殺，佢哋喺呢啲山洞嗰度咧嚟到聚會，係真真實實發生過。所以喺彼得前書4章12至第14節，彼得好鄭重同嗰班弟兄講：呢個試煉就嚟㗎喇！親愛嘅弟兄啊，有火煉嘅試驗臨到你哋，不要以為奇怪，似乎係遭遇非常嘅事，倒要歡喜，因為你哋係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哋喺佢榮耀顯現嘅時候可以歡喜快樂。你哋若為基督嘅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嘅靈常住在你哋嘅身上。冇錯，當時教會面對好嚴峻嘅考驗，甚至朝不保夕。但係彼得俾佢哋一個神嘅應許，就係你為主嘅緣故去忍受呢啲苦難嘅時候，神榮耀嘅靈常喺你哋嘅身上。其實彼得係按經驗講呢句說話嘅。喺《使徒行傳》12章1至8節嗰度，當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咗約翰嘅哥哥雅各。佢見猶太人，佢哋中意呢啲事喎，於是咧佢哋即刻走去捉拿埋彼得添。聖經跟住記載，希律捉咗彼得，收在監裏，交付4班嘅兵丁看守，每班4個人，即係12個兵嚟到看守一個罪犯，就係彼得。哇！當佢係一個重犯咁樣嚟到看守住啊。於是咧，彼得被囚喺監裏邊啦，教會就為佢切切嚟到禱告神。當希律第日要提佢出嚟處死之前，聖經就咁樣形容啦，喺《使徒行傳》12章嗰度，彼得被2條鐵鏈鎖住，睡在2個兵丁當中。
看守嘅人也在門外看守，即係話呢，彼得瞓覺，左邊有個士兵有條鐵鏈揸住，右邊有條鐵鏈鎖住佢嘅，揸住。咪好似有時香港啲警察押犯嘅時候呢，啲重犯呢都要揾條鎖鏈，係咪啊？但係當時彼得係用2條鎖鏈。哇！如果係你，聽日就要押解出去處決，你會點啊？如果我真係肯定瞓唔到啊！因為我都係好信心軟弱嘅人，都要靠主。聖經話當時彼得瞓到好冧啊！哇，好羨慕啊！點解彼得可以瞓到咁冧啊？你點知彼得當時瞓到好冧啊？原來聖經嗰度記載，忽然有主嘅一個使者站喺旁邊，屋裏有光照耀。個使者出現嘅時候，成間牢房咧發光㗎。即係話主嘅使者咧，一個發光嘅使者。然後咧，呢個發光嘅使者站喺彼得嘅旁邊，然後拍邊度啊？彼得嘅邊度啊？記唔記得啊？嚇，陳弟兄嚇，格拉底喎，點解要拍格拉底？格拉底係你試下揾隔離嗰個弟兄，可以試下弟兄嚇，嗰個係你最敏感嘅地方嚟嘅。你試下同啲細路哥玩啊，擠下佢格拉底啊，笑到碌地㗎，係咪啊？格拉底係你最敏感嘅地方，即係話彼得瞓到咧，即係死咗一樣，太熟睡啦。天使如果要拍，通常拍醒一個人，咪拍隻手、拍隻腳或者拍個膊頭，係咪啊？要拍格拉底喎，可能拍咗好多下，喂醒啦，喂醒啦，拍咗好多下都唔醒，於是就拍格拉底啦嚇。彼得係醒啊，懵懵鬆鬆，咩事啊咩事啊？咁然後彼得仲以為見到異象啊，天使就話：着衫起嚟，着衫走啦嚇，跟住我咁於是咧佢穿牆過壁咁樣然後翻去祈禱嘅地方。哇！祈禱嗰啲人見，哎呀，我正話喺門口見到彼得嘅使者啊！因為佢哋相信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守護嘅天使。我有時同我太太講，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守護嘅天使啊，同佢 say hi 啊，hi 咁啊，你知佢喺度，去保護住我哋，因為我哋全部都係皇家嘅皇室嘅王子宮女，天上嘅皇室嘅公主宮女，所以有近身護衛、貼身保護我哋。嗰個另一筆天使話：束上腰帶，着鞋，着衫，跟住我嚟點解彼得喺咁嘅環境，佢都瞓得着嘅？原來喺約翰福音21章18至第19節，當時彼得好失落嘅時候，耶穌去提比利亞海邊，佢本來坐喺個石嗰度悶悶不樂，其他6個門徒就話：大哥，咁點啊？嗰個大哥就話啦：我哋去打魚啦。佢心灰意冷啊！但係耶穌特地去揾佢哋。但係呢7個門徒，呢7個叛徒，佢哋應該喺岸邊等主嘅，但係佢哋重操故業啊！呢個大哥話打魚啦，咁幾個細佬咪跟住去打魚，打咗成晚都打唔到。忽然間喺岸邊夢鬆鬆嘅時候，我都有去過嗰個提比利亞海邊，我坐喺個石頭嗰度默想。當時耶穌
就喺呢嚿喺唔知邊嚿石啦喺度煮魚喎，然後好遠咁樣嗌：小子，食咗早餐未？哇！喺嗰度默想呢一幕，好甜蜜，好有恩典。彼得聽到係主，哇！佢真係三爬兩撥，脱咗件外衣，跳咗落海，游到去岸邊。然後耶穌話：嚟啊，食魚。一路食嘅時候，耶穌問彼得3次：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今日唔係講嗰度唔會詳細講。又彼得話：主啊，你知，我愛你，你知。佢好慚愧，佢重操故業，佢覺得佢冇信心再跟落去。佢失敗咗幾次，今次係當眾誇下海口，佢點能夠有面目見佢班兄弟？個個都嗌佢做大哥㗎，呢個大哥就係當眾咁樣跌倒，仲有咩顏面去跟從耶穌？我不如去打魚算啦。但耶穌冇放棄，人放棄，主唔放棄。然後主話：將佢嘅羊交託俾彼得，你餵養我嘅羊，餵養我嘅小羊。然後耶穌就講咗一句說話。耶穌當時同彼得講：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你年少嘅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嘅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子，到你不願意去嘅地方。耶穌說這話係指住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弟兄姊妹，你喺剛才《使徒行傳》嗰度寫返呢一個參考，就係、是、約翰福音21章18至19節。點解彼得臨死嘅時候，有8個兵丁喺嗰度看守住佢，佢竟然大覺瞓，就係因為佢找緊主呢一個嘅應許。當時彼得可能都係40零歲啊，佢未年老啊，所以佢知道即使希律話聽日要提你出嚟斬首，或者提你出嚟處死，佢知道佢今次一定死唔去。哇！呢一個信心好大啊，弟兄姊妹，係呢一個信心，佢找緊主嘅應許。我而家仲未係年老，因為主親口同我講，我年老嘅時候先至去一個我不願意嘅地方。所以而家即使咁多嘅兵嚟要守住我，佢就發覺原來主嘅使者會向佢顯現，救佢出監。神點救我，我唔知，但我淨係知道今次我一定死唔去，所以佢就大覺瞓。所以彼得回頭之後堅固佢嘅弟兄，佢話：如果有火煉嘅試驗臨到你哋，唔好以為奇怪啊，似乎遭遇非常嘅事，要歡喜啊，因為你哋與基督一同受苦啊，唔係我彼得喺嗰度受苦，係耶穌基督與你哋一同嘅受苦，而且神榮耀嘅靈常喺你哋嘅身上。神會差派使者喺你一切所行嘅道路上
嚟到保護你、救拔你。你信唔信？詩篇91篇，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守護嘅天使。喺我哋未曾經歷危難以先，神已經喺嗰度為我哋開路。最後持定愛人嘅心。點解神要信徒去經歷咁多嘅考驗，人生嘅考驗？申命記第8章第2節嗰度話，佢話你嘅神喺呢40年係要苦練你，英文係 humble you， 所以最好譯做呢降卑你啊，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嘅誡命不肯。喺逆境嘅當中，一個人肯唔肯守神嘅誡命，就喺嗰度顯出嚟啦。申命記第13章，申命記第13章第3節，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哋嘅神試驗你哋，要知道你哋是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不是。申命記話俾我哋聽，原來所有嘅考驗有2個嘅目的。第一個目的，神要我哋，當然神完全知道我哋係一個點樣嘅人啦。佢要我哋知道我哋心內如何。第二，佢要知道我哋係唔係真係，因為得把口喺嗰度講，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嘅神，不是。弟兄姊妹，呢個話俾我哋聽，每一個試煉嚟到嘅時候，當約伯面對極大嘅考驗，係咪啊？佢嘅兒女10個兒女，所有嘅牛羊一日之間冇晒，佢唔知道天上有一個打賭啊！神將佢嘅名壓喺約伯嘅身上。因為撒旦挑戰神，佢梗係愛你啦。你圈上籬笆，乜嘢福氣都賜晒俾佢，係人都會愛你啦。你估你可愛啊？係你啲恩典可愛啊！人愛你係因為你俾佢哋恩典。你試下攞走晒呢啲，佢仲愛唔愛你？約伯喺第一個回合勝咗。佢話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嘅係耶和華。耶和華嘅名係應當稱頌。神賞賜嘅時候，神嘅名梗係應當稱頌啊！神收取嘅時候，神嘅名係咪應當稱頌？神係咪值得我哋去稱頌？唔係因為環境好，唔係因為神俾我米缸上面貨如輪轉，出入平安，我梗係愛佢啦。但係如果所有呢啲神收翻嘅時候，你仲愛唔愛佢啊？佢仲值唔值得我哋去愛佢啊？呢個就係所有嘅試煉嘅精髓所在。一試就試出阿約太啦，約伯個太太啊，係咪啊？佢話你還持守你嘅敬虔嘛？你棄掉神，死咗佢好過啦，係咪啊？哇！阿約伯好嬲，唔係約伯個太太好嬲神，係咪啊？你仲持守你嘅敬虔啊？啊，一個試驗嚟到就分出。阿約伯同佢個太太連名都冇記啊，聖經都冇記載約伯太太啊，分出真假信徒，分出深淺嘅信徒。聖經話，全世界都臥喺嗰個惡者嘅手上，所以耶穌話：你哋在世
係有苦難。但係你哋如果做一個潛水嘅基督徒，你唔需要受苦㗎，因為你唔需要同世界唔同。但係當你真真正正做一個真實嘅基督徒嘅時候，你會發覺呢個世界會敵對你，與你為敵，與你為仇。因為仇敵要興起好多人事物嚟要整蠱你，嚟要對付你。神容讓呢啲嘅事臨到，係考驗我哋肯守他的誡命不肯，肯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不是，兩個目的就考驗咗出嚟。所以彼得前書1章8至9節，佢話：你們雖然沒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嘅大喜樂，並且得着你哋信心嘅果效，就是靈魂嘅救恩。冇見過神，卻係愛神。而家冇錯，我哋見唔到耶穌㗎，耶穌喺邊啊？見唔到㗎。但係卻因為相信神嘅應許，內心就有一種滿有榮光嘅大喜樂。呢個喜樂喺邊度嚟嘅呢？你可以寫低馬太福音5章10至11節。原來耶穌有一個應許，佢話：為義受逼迫嘅人有福啦，因為天國係佢哋嘅。人若因我辱罵你哋、逼迫你哋、捏造各樣嘅壞事、毀謗你哋，你哋就有福啦，應當歡喜快樂。所以滿有榮光嘅大喜樂係指呢一種嘅喜樂，係為主受苦，喺主嗰種嘅苦難當中嚟到有份，嚟到十字架嘅背後就係榮耀。呢一種為義受逼迫、為義受苦，係與耶穌基督嘅榮耀有份。所以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嘅大喜樂，滿有榮光嘅大喜樂。因為將來呢啲人嘅獎賞係大嘅。最後馬拉基書第3章嗰度話：當主嚟嘅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佢顯現嘅時候，誰能站立得住呢？因為他必如煉金之人嘅火，漂布之人嘅鹼，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我哋就係利未人啊！我哋就係屬靈嘅利未人。係有君尊嘅祭司，屬神嘅國度，係屬神嘅子民。神一定要煉淨我哋嘅。所以弟兄姊妹，有苦難、有逆境臨到，唔好以為奇怪，因為聖經已經講咗啦。因為呢位神係嗰個煉金之人嘅火，係漂布之人嘅鹼。佢要煉淨佢嘅兒女，好像煉淨利未人一樣，熬煉佢哋，好像金銀一樣，佢哋先至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原來我哋好多供物都係殘缺嘅，都係有好多己喺度㗎，唔係真心去榮耀神。侍奉其實好多試探，你係侍奉緊自己啊，侍奉緊神。神知，主知道邊個係屬於佢嘅，主知道邊個係真心愛佢，一試就試咗出嚟。神煉淨我哋嘅工具就係鯰魚啦，揾幾隻兇惡嘅鯰魚喺你身邊，你就唔會懶啦，你就會繼續係咁游。有冇食脆肉鯇魚啊？知唔知點解鯇魚啲肉會脆啊？
就係啲循環嘅水啊，揾啲水泵攪動嗰啲水不斷循環，咁嗰隻鯇魚咧係咁游啊，揾啲蠶豆嚟餵佢，咁咪變咗脆肉鯇魚。我唔係話大家要變成脆肉鯇魚啊，我係話神差派逆境係要點啊？係要叫我哋繼續游，唔好停。有一個老牧者，好敬虔嘅老牧者。有人有一次問呢個老牧者：如果主耶穌聽日就返嚟啦，咁你今日會做乜嘢呢？呢個老牧者點答呢？4個字：生活如常。生活如常。原來呢個老牧者每一天都預備自己係最後嘅一天，咁樣嚟到活。每時刻都喺度警醒等候主嘅再嚟。我哋一齊祈禱啊！我唔知今日神同我哋講啲咩說話。今日我哋嘅財寶喺邊度？如果擺喺地上面嘅事係帶唔走嘅，但如果你定睛喺天上面嘅事，嗰啲先至傳到永遠。將來你要喺基督嘅台前為我哋呢一生去交賬，你準備交啲乜嘢呢？親愛主耶穌，幫助我哋，真係啊！有時我哋閒懶，有時我哋唔追求、唔警醒、唔等候主，我哋醉心喺呢一個世界。好多嘅享樂，好多嘅追求，有時我哋甚至連主都忘記咗。今日呢段嘅經文提醒我哋嘅生命需要不停嘅接受主嘅考驗。有困難嚟到，幫助我哋睇到背後神嘅慈愛，因為你好愛我哋。你唔想我哋喺呢個末世成為一班沉睡嘅基督徒，將來被你責備。你要我哋活起嚟，你要我哋喺逆境，喺好多困難、重重嘅難關嘅當中，繼續去靠主，生命得着長進，直至你再嚟嘅時候，先至能夠得着你為我哋預備嘅獎賞。多謝主，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